好亚威喺新興村亞威呢有80%以上就係客家人，佢哋主要嘅經濟來源就係種東道嘅果樹，像係蓮霧、韓國福果、韓國木瓜。唔過因為亞擺做太水，故所將東道嘅果樹就打槍嘅，故所佢哋去東京做咩東辛苦，佢哋去看到佢哋本打太水打這個果樹嘅時節係非常嘅艱苦，甚至係跌下木質來嘅。下晝條記咪帶記者實體去看啊，真係有東道夾俾土地嘅果樹就本打槍嘅，一下來看人哋採訪嘅畫面。禮拜時間過去嘅，老農喺河壩水行去帶定東道嘅泥沙嘅，順後行看呢度留下來無本太水打這位果樹，本當亞威嘅河川地方應該種呢咩木瓜、蓮霧、福果，唔過一夜之間沙漠脫咧，看到自家嘅心血真反疏通，農民艱苦到幾會出來。主要啲一港岸當然哦，即係看到安尼吼，即係唔講啲啊，即係規樣水啊，本來啲側門啲側天門啲啊，一流樣規樣水啊，像流咗啲幾條呀，還有側天有條大水，一天有條啲該木蟲條啲啦，有一槍槍嘅。像前2天還是那麼大，你看那個水通通都已經又再重肥一次了。本來這個樹應該有好幾10頭係嗎？有好幾百棵，全部都是對，沒辦法新興村的村民，新主要嘅經濟來源就係以食亞條果樹，也擺在開嘅亞條損失東山倉。唔過佢在飲水嘅情形唔係陰陽倉，不度冇太大嘅影響，是唔過愛土高嘅行業冇水好用嘅嘢咧。那個電筒爆炸以後，再來就到現在都沒有電，也沒有水，都斷電斷水了，就這樣。哎。電影呀，儲嘅水做乜嘢？儲水都洗啦神啊咧，啊出來採外哦，因為新民莊嘅儲嘅水嘅18一兩年來做100來標啊咧，人煮水煮茶啊都啊咧。高雄嘅6個鄉，新興村、新里村、新苗村，喺行年輕度嘅3個鐘頭，因為卡可努貝無啲神奇，故所當好彩嘅3個亞擺嘅太水災難，唔過能擺個人嘅重建之路，沙東道困難。看到其他新血就按用本太水打鐵咧，也新興村的村民實在係當艱苦哦。佢哋就希望政府會補助較多啲位，來攞佢哋來聽數。以上就會現場清醒的情形，接下來要將鏡頭版本彭女主播。